了去了，用手安尼换，迄块啊吼叫上着外皮吼，安尼也阁袂使。哦，含满的油啊，这保湿了哦。大咧甲订落，啊上着皮，含就讲皮甲第一个人搭污啊，安袂使啊。安尼下呢，轻啊转呢啊。袂使讲啊，我大啦，无迄像会时间，要用转。哦，用转的，好。哦，满的日本蛋油啦，吼，王先生这专家，佫有严厉老师。迄爱有秘诀，哦，啊你像你办即个有一个问题讲，爱要搁啊信，啊你一个办一定一个信。哦，爱一个办。上面你要安怎用？哦，啊你信爱搁一个，爱搁有秘诀咯。哦，信啊，佫有秘诀的哦。啊，信了，佮客过安尼啊，佫有秘诀的。我才遮济学问啊。哦，原来照顾文旦哦，遮济学问。哦，真正有影，遮济学问。袂使断掉，袂使赔甲日商。2000多块呢。哦，真系遮济哦。艰苦无啥啦。啊，带下较顺的，爱排日头排较本呢。啊，你这大片头啊，你整个头抬半天都安尼。啊，你但好头壳会酸。啊，话讲啊，我无爱大家咧抬头，我要比较慢。哦，一个是顶悬咧慢的。但即马讲较袂遐悬啊，讲影。即摆文旦树袂遐悬。阮你平遐头2楼悬。哦，遐哪两楼？恁下啊，才差不多半楼悬。哦，那才下啊半楼悬呢。这新整的哦。如果就你讲咧穿历史的，就是阮麻豆遐。哦，对，麻豆老宅。恁下啊，这拢会拢低低啊。哦，用下这拢是不是恁有遐农会拢有一寡咧开始咧甲你推广咧，甲你补助啊，所以足侪老一辈拢切啊远哦，拢无在切啊，非着咧在油。哦，非着在油啊，哈哈，要在油啊。恁下这方面的油啊，像我嘛在比较油啊，恁这种东西算刷，分啊，迄个刷地，啊刷地你食是无食，真正新鲜，不错。但是你咧食无迄个甘味出来，无迄甘味啊，甘味啊。啊，我嘛在迄边食是袂甜，但是伊咧食着带什么？啊，但是伊有法当放愈放愈甜。哦，就放愈甜的哦。哦，文旦的生呢？有一个甘，有一个迄文旦味出来。哦，要食文旦味不一样啊。哦。伊遐气候，即迄边甲气候，甲伊遐即边的土质，甲迄边土质拢不一样。哦，安尼这学问遮济啦，哦，这王先生真正专家。哦，这王先生安业的啦，哦。管咧伫咧家己怪一个人比较多忝。哎，网络搜寻王富平先生，这园艺专家啊。哦，啊种文旦树啊，哎，讲老长啊，40多担的老长啊，讲做好食。哦。你刚刚在咱做到迄个顺农做林的嘛？啊呀。以前是毋是刚刚栽了？伊就要5年后才可以。哦，文旦爱5年才会当生的。哦。啊，栽嚟讲会大足紧，栽迄个文旦油啊，大足慢哦。啊，迄阮人无够肥的了。毋是啊。伊个生长的趋势，迄本着就是。哦。原来咧大袂过紧哦。好呀，讲要研究文旦啊。哦，讲要研究文旦哩。无啦，就含慢啦，挂迄种的尝试，啊，大家提供大家互相研究啦。原来我做含慢的，你嘛甲我问啊。啊，好，无影，哦，这咱咧问伊知影的，哦，安尼就足济啊，问袂了。文旦的管理过程是比较较复杂，因为毕竟伊个伫迄个中间迄个时阵，到尾啊，到要采收的时阵，较麻烦。啊，无中间遐是拢较注意，伊个重点拢是中间。了，对，好的。哎呀，真好多了，对，真好多。伊到尾啊，尾遐是搁加减啊，搁发臭啊。啊，不同时啊，你就是讲要注意伊的迄个一寡病虫害。哦，病虫害。哦。一种的果实就一种的病虫害。好。啊，比如讲我栽种，比如我就讲一种柑啊，一种李丁，啊，一种文旦。啊，你这有李丁的病虫害，柑啊病虫害，啊，无就文旦的病虫害。啊，三种病虫害，伊袂讲我李丁的病虫害，我来你甲我偷，我来找来文旦的病虫害，毋是。没有，哎呀，真正，哎呀，神奇。固定讲你咧，拢袂爱食你种药滴的病虫害。哦哟。唔使讲，真个人伊的农药，
有，食有够，准备有够。伊这一年了差不多要喷大概有8次以上。啊，那吼，一个月偌几间？一个月差不多。你若正常种电是到开花期也较济变，伊看过一个月2遍。哦。差不多过了2次，差不多2个月时间，你过来就开始差不多27天喷洒，差不多1个月喷洒一次。然后喷到其实吃到第8次，差不多离迄个6月，国历的6月迄个时阵就开始甜啊，你就7月8月喷就结束了。2个多月迄个时间，你就过啊。你若要看农药迄个产料，你迄个如果你就客气啊，你客气你要看。迄皮伊还有一大粒，敢若像白安尼流安尼白啊掉伫迄个外皮，迄就是农药的产料。有一大敢若像白安尼互流啊，你也注意啊，迄就是农药，就是农药。竟然会安尼哦，白流。这样人话讲，尽量用迄有机的方法，看有啥物事。毕竟真的农药使用量，咱台湾占第2。农药用一滴。所以我干面的吼。毋是讲咱食素袂对，食素讲咱就讲不对。讲我你食菜吼，迄农药洗无清洁的菜，有残留。农药残留会造成肝的毛病啊。肝是咧排毒的啊。我咧想讲，敢会是全药引起的肝很多。全药的人要安怎食解毒的过肝？全药的人要安怎过肝？咱生倒里现代人足可怜，拢咧食农药。哎呦，你再讲，你进来我做好 OK。有，紧，莫讲耽误人食饭。谢谢啊，感恩。我有甲你讲你菜，对啊，打一杯啊，你迄塑胶袋也卡落去。咱拢未讲。预防水啊，病虫害咯。你家己去买迄种辣椒哈，3款辣椒拢你家互发酵，用落甲好刺激伊个毒素，卖来挖这菜。好，拢有一合文的哦。安尼哦。病虫加辣椒。讲什么室内比较，讲用比较看得菜安尼菜。较无病虫害就有结得啦吼，较毋免撞农药就结得啦。迄一杯或者菜安尼一杯，你若讲现在安尼用个正的好，感恩谢。1000多块。一直好物。不得了。感恩啊！安尼关心健康，结得有意义，